现在赚多少钱？现在户头啊，有5位数吗？有差不多啦，剩这样了，很穷啊，吃土状况啊。呼吸的概念就是你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，你都不管遇到什么事情，你都不要放弃，然后不要停下自己的脚步，然后要很努力、很认真的、全集中呼吸的去做每一件事情，不管什么事情这样子。那你给这首歌打几分？自己打分吗？天，满分100分吗？满分100分哦，我给75好了，75好，我给75。歌的部分啊，对我自己觉得，因为第一首歌，然后还有空间，然后我希望之后的作品就是可以越来越好这样子。那你之后的作品大概什么时候会推出？就是一个月这样？对，我自己预计我是希望下个月，然后再发一首这样子。对，然后之后的风格我可能会比较想要尝试一些别的，像我可能有录一些就是 R&B 的，然后之后可能就是可以陆陆续续让大家听到这样。团体的活动就是如果有的话，就是还是可以继续进行，所以现在算是就是单飞不解散。可以不解散。对。所以现在等于各自团员现在是做，就是等于有点半休团状态，可以这么说。还是休团状态。半休团，算半休团，因为各自有各自的发展这样子。说方面惨啊，惨，就是吃土状况。说实话，那单曲的钱就是吃土，就是借贷啊，算借贷。老爸跟老爸借贷，但他其实还没借我还是先自掏腰包。对，但是我有求助他这一块，他一开始是回绝我啊，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个部分，他一开始是回绝我，他说，你想一下啊，这个东西出去回不回来啊，这样子，然后我就说，我跟你说，我觉得可以，然后他就是比较觉得说，我觉得不要，我觉得不行，我说我觉得可以，然后就这样来回这样，对，然后后来我就不管他，我就自己先做了，我不管。那你自掏腰包有多少钱？投进多少钱？实际数字我还不敢算，但反正就是户头没钱。那你户头现在赚多少钱？现在户头啊，有5位数吗？有差不多啦，剩这样了。也是5位数。就是大概1个月的基本生活开销这样。只是在1个月的基本生活开销。差不多吧，很穷啊，吃土状况啊。